续来看，海军有一只 S-74反舰直升机，昨下晡3点外，伫个高雄左营基地训练的时阵，这个直升机是降落地。正常的状况，无人机是放慢速度，豆豆来落降，这台直升机是降落地，是啥物原因呢？国防部正咧调查。机顶的正副驾驶、检验师甲机工长，总共4个人受伤送病院。讲机工长伤势上介严重，全身有95%的烧烫伤，而且脑膜有来出血，还阁咧抢救。直升机第一时间降落地，救援现场的画面嘛现光咯。有几个台消防车向海军一台降落地反舰直升机喷化学药水，避免讲伊佫烧起来。现场一直出乌烟，无人机拢害了了，民众有翕到这个解救的过程。事件发生伫昨个以外，伫基地围墙外的人家厝，和无人机的零件弹到。代志已经经过1天，住伫附近的乡亲想到依然唔敢相信。我早上上班，阮同事讲，海军直升机哦，海军直升机伫阮对面呢。阮着30几档的拢家己咧飞，阮是讲，敢会4个人受伤哦。人家厝歹去会使修理，要过当时伫机顶的4名海军的兄弟，还阁倒伫病院里治疗。其中伤势上较严重的机工长刘尚军，规身躯有95%、2度到3度的烧烫伤，真危险，并且有蛛网膜下腔出血。那已经实施了清创，还有抗生素的治疗。那客正绵密而且积极的抢救治疗中。另外，细过检验数，规身躯2度到3度烧烫伤的面积，差不多是20%，目前状况稳定。政府教唆分别是面身躯受伤、鼻肋骨断去、意识清楚。昨下晡3点外发生伫高雄左营基地，一只 S 怪动4反舰直升机的意外，造成4人轻重伤。大家希望为这受伤的兄弟祈福，同时嘛要全力追查事故的原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